歡迎嚟到桌球新手林百川嘅頻道。由於好多觀眾都想睇返冠軍戰當日嘅直播片段，但係因為網絡技術問題，直播嗰條片經常性起格仔，所以特別鳴謝大師兄 send 返條原片俾我，可以 upload 上嚟俾大家睇返當日精彩嘅片段。啱啱喇沙小學就同新會商會中學進行咗 netball。由於鏡頭右手面新會商會中學嘅黃色波係較為貼 cushion，所以佢哋有權選擇第一局率先開波。重申一次，呢場賽事係2025年校際美式桌球對制賽嘅冠軍賽，由紅白色衫嘅喇沙小學對新會商會中學，兩隊都係由70幾支隊伍以單淘汰嘅方式，由4月尾一路打到6月頭先殺入到決賽，過程非常之艱辛。但係今日兩隊只係同冠軍嘅寶座相差一步之遠。究竟邊一隊可以堅持到最後，憑實力稱霸校際？就等我哋即刻嚟睇下呢一場13局7勝，即係搶七嘅大戰。我哋會飛走排波同埋休息嘅片段，但係比賽嘅每一局我哋都會一刀不剪。第一局係新會商會中學嘅發球。開波冇入球，所以輪到喇沙小學上場。而家白波冇俾其他波遮擋住打1號波，但係1號波嘅進攻角度亦都係唔係太理想，因為如果打1號尾袋嘅話，白波係好容易入中袋。見到大師兄開局已經非常之謹慎，好，睇下佢點樣處理呢一球先。咦，有啲運氣，1號波 key 咗個3號入咗袋，而家白波仲可以教到個2號添。啱啱大師兄應該係示意小師弟打入2號波之後，白波撞一箍出嚟，教個遠台嘅3號。白波走位冇問題，3號可以打左上角嘅尾袋。白波撞一箍出嚟，教返個4號應該係打中袋。喇沙小學應該係想打4號中袋，白波撞遠台一箍上去教5號。冇問題，呢個位置打完5號之後，應該要避開個7號球先可以教到個右上角綠色波嘅6號。犀利，白波借咗個7號波減一減速。6號波薄皮打入尾袋之後，7號波應該係教個遠台。但係呢個位置，白波後面個9號波係有機會影響出 Q。哎呀，喇沙小學真係出現咗個失誤。而家輪到新會商會中學上場。美式桌球嘅規則係鬥邊一隊可以唔犯規嘅情況底下打入個9號球。而家新會商會中學應該係嘗試緊用個7號波撞9號波直接勝出呢一局，唔成功。而家由喇沙小學再次上場。襟9嘅方式好似方便快捷，可以直接勝出，但係其實對出桿嘅精準度要求係非常之高。
所以球型如果唔係有好大嘅機會，球手一般都會選擇一粒一粒咁打，去逐粒清台。而家喇沙小學應該係見到7號球冇進攻嘅機會，選擇一桿防守。防守質量都可以，而家7、8、9號球都黐埋咗。睇下新會商會中學上場會點樣處理呢一球。選擇炸開咗個7號球同8號球。而家呢個球型7號球係有進攻角度，喇沙小學上場應該係展開進攻。7號入咗，但係白波 key 一 key 隻狗，而家呢個位置有啲難落桿法。打完8號之後，究竟搞唔搞到隻狗呢？成功打入隻8號，但係個白波個位置就尷尬啦。喇沙小學而家叫咗個 extension， 因為雖然頭8個波都係喇沙小學打入啊，但係只要呢一球處理得唔好，俾對手有機會上場打入隻9號，前面嘅努力就會白費。而家喇沙小學睇緊個角度，應該係嘗試得9號嘅中袋。叫咗個 extension， 冇嘥，睇多幾次先。哎呀，好可惜撞咗個代角啊！而家由新會商會中學上場。新會商會中學可唔可以憑住喇沙小學呢一次嘅失誤去攞到首局嘅賽事呢？而家呢個角度應該係瞄緊鏡頭左下方嘅尾袋。哎呀，好可惜打薄咗啊！幸好係白波作咗2次代角都冇打死。而家由喇沙小學再次上場。都係未能夠把握，睇得出兩隊去到關鍵時刻都係非常之手緊。新會商會中學呢個角度應該都係想得9號中袋。哎呀，好可惜，唔入之餘仲扭出咗一個近直線嘅中袋機會。呢啲時候，除咗鬥把握力之外，仲要考慮埋9號波會唔會流出機會。睇嚟喇沙小學好大機會可以先拔頭籌，勝出第一局嘅賽事。冇問題，喇沙小學領先1-0。第二局係喇沙小學嘅發球，開波入咗2個波，但係白波個位置好似俾9號波遮擋住去打1號波。喇沙小學選擇咗一個 push out call， 即係佢哋可以選擇唔打個目標球，將個白波擺喺一個位置，而對手上場嘅時候可以選擇自己打，或者俾返喇沙小學打。新會商會中學應該係嘗試自己打一桿遠台嘅1號。雖然冇進攻角度，但係都將個主導權把握喺自己手裏面，做一桿防守。呢球波個防守質量都非常之高，將個白波擺咗喺2號波同埋9號波嘅前面，
做咗個後視碌架。8波亦都俾7號波遮擋住打1號波嘅路線。而家喇沙小學要孭住2個波，用1 cushion 救返個1號，成功救咗個1號波。8波有非常之重嘅右旋，而家應該係反 set 咗新會商會中學。個8波應該係俾8號波遮擋住打1號波嘅路線。而家佢哋指緊嘅位置應該係想借2 cushion 救返個1號。啱啱新會商會中學得返10秒鐘，所以叫做一個 extension。因為依球都非常之危險啊！如果假設救唔到波嘅話，你有機會俾人冚救。犀利，唔止救到個1號波，仲入埋添。而家2號波要打個遠台，應該8波係可以喺8號同埋7號個罅位中間穿過，但係應該係冇 pot 位可以打到，所以冇辦法入波。有少少運氣，個8波 key 咗個5號波之後，而家8波處於一個 T 箍嘅狀態。喇沙小學而家上場有2個打法，一係就將2號波撞9號波入袋，一係就偷左邊少少位直接有個2號。選擇咗後者，但係8波冇得落桿法嘅緣故，而家 set 返自己。要救呢個5號波都唔容易，最少要用到2 cushion。喇沙小學叫咗一個 extension。哎呀，掂到個5號波㗎啦，不過個8波入咗袋，而家係新會商會中學嘅自由球。而家打個5號球，應該係借1 cushion 彈返出去教6號中袋。但係個8波向前流，所以應該係個打點唔夠低。而家個8波黐埋咗個6號波度，應該冇得繼續進攻。呢個角度如果要防守嘅話，應該都係博咳6號撞2箍，擺個8波喺遠台黐箍位。冇錯啊，不過如果個8波走得慢少少，黐實啲個 cushion 就會更加靚。但係冇辦法，因為頭先個範數太薄。而家由喇沙小學上場，睇下可唔可以攞返個控球權。呢球6號波黐箍遠台尾袋打入成功。下一球都係遠台嘅7號波，8波嘅走位都仲未控制到，睇下呢一球會唔會做少少修正。哎呀，好可惜，7號唔入。而家機會又落返喺新會商會中學。
由於9號已經喺袋口嘅緣故，其實主要都係睇7號同8號能唔能夠教到。OK， 冇問題。7號成功入咗，仲教咗個8號嘅近直線嘅遠台。只要呢一杆 stunting 個白波，應該9號唔成問題。好可惜啊，白波 stunting 咗㗎啦，但係8號波唔入。以為新會商會中學可以把握到今次機會去追平個局數1-1。不過幸好嘅係喇沙小學上場都冇一個較好嘅進攻機會。可能最穩陣嘅方法係防守兩邊分，將個8號波擺喺遠台底 cushion 嘅中間。如果想進取啲得波嘅話，應該係將8號波得去鏡頭嘅左下方嘅尾袋。但係咁樣嘅話，白波都會飛返去鏡頭嘅左上方嘅近台，有啲難繼續進攻個9號，有可能要再得多次。就睇下小師弟今次會點樣處理。精彩啊！現場真係冇諗過佢有信心會得一個反角嘅中袋去教返個9號波，因為呢啲關鍵嘅時刻，你一漏咗個8，基本上就等同於你送咗一局俾對手。而家教到咁靚仔俾師兄，一定冇得鬧啦！喇沙小學憑住小師弟呢下搶攻，領先到2-0。第3局由返新會商會中學嘅發球。新會商會中學開波入咗一個波，可以繼續擊打，但係1號波嘅角度似乎冇乜進攻角度。選擇咗一杆防守，嘗試拉開白波同埋1號波之間嘅距離。喇沙小學上場，但係呢個角度都仲係未有得進攻，可能都係想做多杆防守。嘗試將個白波匿喺個5號球後面，但係因為力度大咗，所以撞一撞開咗。而家應該係有擊打1號波嘅路線。好，新會商會中學入咗個1號波。不過打個2號遠台薄咗，而家由喇沙小學上場。就咁睇呢個角度有啲大，睇下小師弟可唔可以攞返個控球權。打薄咗少少，不過有啲暈喎，個白波匿咗喺3號波後面。而家新會商會中學上場，只能夠去嘗試救返個2號波，應該係將個白波撞右邊箍上一箍，救2號。個角度應該係瞄窄咗，所以掂唔到個目標球。而家喇沙小學有個自由球。喇沙小學呢個角度應該係想打2號中袋高杆一箍教個3號，
都係打中袋。睇一睇個角度，可能嫌太直，嘗試想留前少少，再校個4號尾袋。估計白波係留多咗，而家白波係一個黐箍嘅狀態，要睇下喇沙小學想繼續進攻定係選擇防守一個。選擇咗防守，將個白波黐埋咗喺個7號波後面。新會商會中學而家上場要救返個4號波，不過本身佢已經有 first foul， 所以要處理得小心啲。因為美式桌球裏面，如果同一隊連續有3次犯規，一局就會對手勝。都係救唔到個4號波，咁而家新會商會中學就係 second foul。而家喇沙小學有2種贏嘅方法，一種就係再 set 多一桿，對手如果救唔到嘅話，直接連續3次犯規就可以勝出。另外一種方法就係，如果你有信心，一次過清晒台面上所有波，都係能夠勝出。睇嚟喇沙小學係想主動啲做進攻，唔做防守。但係見小師弟打呢個4號波都有啲猶豫。哎呀，白波真係行少咗，而家7號波好似遮擋住打5號波嘅路線。大師兄好果斷，已經攞一支 jump Q 出嚟，睇嚟係想嘗試跳過個7號球，直接打個5號。哇，精彩！頭先個5號波係非常之跳酷，呢個5號都救到嘅話，睇嚟喇沙小學整返3個波都唔成問題。好，一個遠台6號尾袋教7號，跟住應該係打7號尾袋 stun 個白波去左手面教9號。教得非常之靚啊！等小師弟打入埋個9號波，喇沙小學就會領先到3-0，成功。大家睇下桌球新手林百川喺度玩緊啲乜？師兄提一提佢，喂，到你開波啦！佢先如夢初醒咁去攞返支沖桿，打算準備開第4局。第4局，喇沙小學嘅發球，成功衝入咗7號嘅 wing ball。而家1號波冇進攻路線，喇沙小學呢一桿應該會選擇防守，將白波同埋1號波分開。防守得幾好，3號波喺中間做咗遮掩。新會商會中學應該嘗試用遠台1箍救返個1號，成功掂咗1號波，但係白波打死咗。而家送咗個自由球俾喇沙小學。睇返啲球型嚟講，1號、2號應該都唔算難入。但係3號波左上角俾5號遮咗，右上角就俾9號遮咗，比較難直接進攻3號。睇下喇沙小學打算點樣拆解呢個局面。擺呢度嘅話，應該係1號中袋，白波輕輕推前。
號入左上角嘅尾袋，唔通拉返少少返嚟嘗試用3撞9？冇錯啊，白波咁教嘅話，應該都係大師兄想小師弟嘗試一桿襟9。如果用3號波撞入個9號嘅話，呢一局就可以直接勝出啦。哎呀，不過可惜未能成功。而家由新會商會中學繼續上場。睇下3號黐 cushion 新會商會中學可唔可以能夠打入？可惜未能夠把握機會。而家喇沙小學上場，同樣地都係一個黐 Q 嘅3號。非常之漂亮，仲教多個4號球。不過呢個位置應該小師弟係唔夠手長打，所以要攞返支私家 Res 出嚟幫手。擔住叉，把波唔夠力打返出嚟。而家大師兄要打一個遠台嘅反角5號，難度十分之大。睇嚟係穩陣啲，想做一桿防守，用6號波遮擋住打5號幫嘅路線。新會商會中學諗咗一陣，嘗試用一個洞西嚟救返個4號波。好，成功咗。但係個5號球停喺呢一度，亦都係畀緊機會喇沙小學嘗試攞返個控球權。好，成功入咗個5號，不過6號較位都有啲難打。睇下大師兄可唔可以憑準度一桿搭夠。唉，打薄咗。而家留咗3粒非常大機會嘅袋口波，新會商會中學可唔可以能夠把握到呢？入就入到個6號波啦，但係個白波好似行多咗喎。而家白波後面個9號波會影響出 Q。犀利，完全冇受影響，仲加埋隻狗俾隊友。哎呀，袋口波都 miss 咗啊！新會商會中學今日嘅把握力確實係差緊少少啊。不過而家9號波停嘅位置都非常之尷尬，博咳中袋就唔夠角度。但如果想打尾袋嘅話，白波一定係會跌落個中袋度。就咁睇，就算想得入9號入鏡頭嘅右下方嘅尾袋都好，只要白波打右少少，都有機會入咗個中袋。所以呢球波係非常之危險㗎。你呢個時候入白波嘅話，基本上同直接送一局俾對手冇分別。
睇下喇沙小學會點樣處理呢一球。哦，冇腦咁，為咗白波唔入袋，所以送咗個機會俾對手。新會商會中學入咗呢球9號波，局數就追返到3-1。嚟到第5局嘅賽事係由新會商會中學發球。開波冇入球，不過1號波亦都冇乜進攻角度。喇沙小學上場應該係會選擇做一桿防守。望一望右上角嘅尾袋，應該係想將1號波打過去。撞一撞個2號波尾袋唔入，而家由新會商會中學上場。鏡頭就咁睇，應該2號波係遮咗1號波嘅入波路線。而家由喇沙小學上場，呢個1號波雖然黐箍，但因為近右上角嘅袋口，應該係可以打得入嘅。但係白波同埋1號波嘅角度咁大，打完之後白波應該係好難控制到個速度，會撞返過嚟遠台呢邊。由於白波處於黐箍狀態，打入完個1號之後，佢個路線應該係會 key 到4號、5號或者7號。係撞咗個7號波嘅，不過幸好而家白波都仲係見到隻而唔使救波，但係就冇進攻路線，可能會選擇一桿防守。我估本身應該係想將個白波匿喺9號波後面嘅。不過而家呢個位置2號想入波嘅話，7號波都有少少遮擋。新會商會中學頭先嘗試偷位想擲位入2號，但係唔成功。而家2號波黐住咗個6號波。但係就咁睇2號波係有機會可以入到尾袋嘅，睇下喇沙小學今次可唔可以搶返個控球權返嚟。清脆啊！不過白波而家留到呢個位置，3號應該未必打到中袋，因為4號好似有啲遮擋。如果要入嘅話，要用3撞4入，但係機會率唔大。喇沙小學選擇穩陣啲做一桿防守，將個白波匿喺個6號波後面。防守做得幾好。新會商會中學今次可唔可以救返個3號波呢？哎呀，應該係預闊咗少少。而家喇沙小學有個自由球。喇沙小學應該呢個自由球係想打3號右下角嘅尾袋，白波較4號右上角嘅尾袋。
有啲運氣喎。本身想打4號右上角尾袋，但係入咗5號嘅左下角尾袋。而家白波仲教到4號波嘅位置。白波應該係想撞一箍彈返出嚟，不過應該力度走少咗。而家呢個反角大師兄應該盡量輕力啲打。冇問題，白波停低嘅位置仍然見到個7號波，可以打尾袋。不過咁薄嘅範數，小師弟可能控制唔到個力度。冇錯，個白波又飛走咗。而家又要打乾8號嘅圓台。哎呀！竟然間喺咁重要8號波嘅時候震袋啊！睇下新會商會中學可唔可以把握到今次喇沙小學嘅失誤啦？8號波入尾袋完全唔成問題，因為喺袋口。睇下教唔教到個9號啫。哎呀，行多咗。呢個角度其實都仲有得打嘅。睇下佢會想得波啊，定係想搏cut尾袋？選擇咗得波，不過唔成功。9號仲停留咗喺個袋口度。你睇大師兄幾緊張，即刻上前睇一睇個9號波嘅情況，失而復得啊！有機會。應該係觀察緊個波係咪直線，驚小師弟打入完個9號波之後，白波會打死埋。Bingo！ 喇沙小學領先到4-1。今日喇沙小學真係有啲運仔啊！幾次新會商會中學上場呢都把握唔到。而家去到第6局，喇沙小學發球。開波有入波，不過白波見唔到個1號波，會唔會選擇一個 push out call 呢？但係就算 push out 都要諗清楚個白波擺邊。而家1號對正個9號，有機會擺得唔好嘅話，人哋都會做個直接嘅冚9。咁樣睇，喇沙小學應該係想嘗試用個白波入咗個2號波先，將個白波教到去一個見到1號波，但係亦都唔係打得好舒服嘅位置。由於呢一球係 push out call，所以新會商會中學上場係可以選擇唔打，俾返喇沙小學打嘅。應該係覺得都見到個 full 波，所以就算打唔入都嘗試自己 set 波。呢個位置 set 得唔靚啊！個1號波 key 咗個7號波，所以而家白波同埋1號波嘅距離都係非常之近。就咁睇，雖然個1號波隔離有4號、8號同埋6號去遮擋住，但係應該係可以夠位入中袋嘅。睇下喇沙小學會唔會嘗試用準度去拼一桿。差少少撞咗袋角。新會商會中學開局手風咁唔順，應該喺中局度都會嘗試比較多嘅防守。
喂，都係漏咗條罅位俾喇沙小學。不過大家去到中局嘅時候呢，開始都有少少唔係太集中。新會商會中學上場，1號波其實有進攻嘅角度，不過睇下佢會選擇防守定進攻。哎呀，諗住做一桿防守，不過白波 key 返隻1號。呢個角度都幾大下，打完就算入咗1號波，白波都好難控制。大師兄果然係大師兄啊！咁樣都可以俾佢教到隻3號。但係而家白波係 wrong side，喇沙小學應該係想打入3號中袋之後，白波1箍2箍3箍返返去近台。哎呀，諗太多啦，顧住走位，連3號都入唔到添。而家由新會商會中學上場，以佢哋嘅作風，呢個角度咁大，應該都唔會選擇進攻，睇下點樣做一桿靚嘅防守。咦，好似勢力咗喎！白波仍然係可以見到個 fullball 嘅3號，但係喇沙小學而家亦都冇好大嘅進攻機會，睇怕都係做多一桿防守，睇下邊一隊會先流出機會。OK， 力度恰到好處，用咗4號同9號作一個遮擋。而家白波應該唔能夠直接擊打3號，要借一 cushion 去撞佢。救就救到啦，但係新會商會中學今次就流出咗機會啦。喇沙小學可唔可以上場把握到呢？小師弟擔咗支私家 rest 出嚟，應該係以為自己係唔夠手長打到㗎，但係呢個位置應該係挨身可以打到個3號嘅。入到個3號啦，不過個白波好似略嫌大力咗啲喎。其實再大力啲都可以嘅，但係而家啱啱好呢，就係俾8號波遮擋咗打4號波嘅路線，唯有而家再用一 cushion 去救返個4號啦。好，而家4號擺咗喺袋口，由新會商會中學上場，應該入4號就冇問題啦。睇下其他波點搞嘅啫。位置還可以，雖然黐箍少少，但係教到個6號中袋。但係打入個6號之後，其實都係有啲難教個7號，因為7號都係處於一個黐箍嘅狀態。哎呀，咁樣就俾個9號波 set 返住自己。
而家應該係嘗試用遠台一 cushion 救返個7號。係救唔到嘅。而家喇沙小學有個自由球。嘗試擺直少少救返個黐箍嘅7號，哎呀！不過可惜震袋。而家輪到新會商會中學。個白波走位非常之靚，應該係順推流前少少就可以搞到個9號。哎呀，高桿打咁大力，哎呀，白波真係打死咗啊！明明好大機會追返近個比數，但係就送咗一局俾喇沙小學。而家喇沙小學一個自由球，基本上面係100% 冇問題。咁樣俾喇沙小學拉開到個比分5-1，對新會商會中學嘅打擊都非常之大。所以見到第7局啊，新會商會中學開波啊，都有啲心神恍惚，直接就打入咗個白波，變相一開波就俾咗個自由球喇沙小學。喇沙小學諗咗一陣之後，應該係打算打1號右下角嘅尾袋。睇嚟3號都係打右下角銅袋，睇下用輕力較4定係大力撞返去近台較4。白波而家搞得有啲尷尬，俾7號波遮擋住入4號波嘅路線。大師兄而家又攞支 jump Q， 睇嚟又要表演。精彩跳入咗啊！不過而家白波嘅位置仍然都係唔理想，俾個9號波遮擋住咗打5號波嘅路線。睇嚟應該要用1 cushion 嚟撞個5號波出嚟。原來唔使撞1 cushion， 係見到個薄皮5號嘅。而家新會商會中學應該係想將個5號波打入右下角嘅尾袋。喂，有啲運氣喎，撞咗遠台1 coup 返去近台嗰邊入咗個尾袋。而家白波同埋6號波嘅距離非常之接近，應該都係選擇打右下角嘅尾袋。
唔成功。而家由喇沙小學上場，不過呢個位置白波係見到個6號噶啦，但係要入波嘅話呢，就係俾8號波遮擋住個路線。而家應該都係想嘗試防守一桿。新會商會中學上場，而家白波比較黐箍，不過都可以盡力嘗試攞返個控球權，爭取入6號右下角尾袋。搏咗啊！而家到喇沙小學，大師兄指一指左上角嘅尾袋，應該係示意小師弟去嘗試得波。都近㗎啦，但係唔成功。而家終於漏出咗機會，由新會商會中學上場。應該係嘗試打6號撞底箍上一箍出返嚟，較7號中袋。入咗，白波個走位都比較理想，而家可以打7號嘅中袋。7號打完之後，應該係白波撞一箍出返嚟，較右上角尾袋8號。力度好似細咗啲，不過都唔緊要，白波可以較左手面，係冇錯，打9號尾袋都係同袋。哎呀，發得太大力啊！而家白波撞完左手面嘅箍上之後 ，key 一 key 個9，呢個角度只能夠打到左下角個尾袋。究竟新會商會中學可唔可以追返一局呢？哎呀，搏咗。仲漏咗機會出嚟添，而家由喇沙小學上場，應該係打9號右下角嘅尾袋。見到今日新會商會中學往往去到一啲關鍵嘅時候，都未能夠好好把握到。好啦，入埋個9號球之後，喇沙小學就領先到6-1，率先攞到賽點。第8局係喇沙小學嘅發球，只要佢哋勝出埋呢一局，就可以贏出呢場賽事。啱啱開波 wing 波入咗6號波，而家1號仲有進攻嘅角度。1號波唔入，而家由新會商會中學上場。不過白波呢個位置有啲運氣，啱啱 set 住咗，只能夠去救波。新會商會中學好似開始打到有啲心灰意冷。啱啱個1號波救唔到，而家喇沙小學有個自由球。應該係想打完個黐箍嘅1號波之後，白波撞一箍較返個2號右上角嘅尾袋，不過力度就細咗啲。而家大師兄應該2號冇進攻中袋嘅角度。想嘗試做個得波，但係唔成功。
而家輪到新會商會中學上場。應該係想做個防守兩邊分，但係好似大力咗。而家喇沙小學係可以做個博級閘位中袋，不過咁樣個白波就會向住鏡頭個方向行，有少少難控制。最後選擇咗用得波啊，白波撞一箍夾返出嚟，啱啱好夾到隻3。3號入咗尾袋，但係個白波好似拉多咗少少。而家呢個白波嘅自然角度應該打完隻4係會 key 到個9嘅。小師弟左手位唔夠身高，所以要擔叉。冇錯啊，係撞一撞到個9號啊，所以而家白波個位置係好難控制到。睇下喇沙小學呢一杆係會打算防守啊，定係繼續進攻？如果進攻就只能夠得波。哇，都得好近磅噶啦，右下個尾袋。而家台面得返3個波，由新會商會中學上場。入咗個7號波，不過個白波好似黐得個8號波太埋啦。白波同埋8號波嘅距離係應該可以打到右邊嘅中袋嘅，但係距離咁短嘅話呢，應該有啲難發力。如果大力嘅話，好容易 double touch。個白波已經盡咗力行㗎啦，但係而家9號波同埋白波都係分到好開。新會商會中學呢一杆冇打算進攻，做咗個兩邊分嘅防守。呢一球喇沙小學應該係打算得9號右手面嘅中袋，領先緊6-1，搏下都無妨嘅。差少少。而家由新會商會中學。呢一杆都唔易打㗎，尤其是喇沙小學已經攞住個賽點。基本上，如果呢一球 miss 嘅話，好大機會已經係輸咗呢場比賽，所以心理壓力都應該幾大。哇！爭啲入咗個中袋。雖然個白波同9號波好開啊，但係個9號都係好近個袋口，呢個角度絕對有可能可以搏cut入咗去。
冇問題啊！恭喜晒喇沙小學奪得2025年美式桌球校際隊際賽冠軍，亦都係小一嘅桌球新手林百川首次攞到桌球大賽嘅冠軍。小六嘅大師兄下年就要升中學啦，今次係佢哋唯一1年去合作，可以代表喇沙小學出征。相信呢個冠軍一定可以為2位小朋友帶來一個美好嘅回憶。亦都希望更加多嘅小朋友睇到呢個頻道嘅影片，去開始接觸桌球。再一次恭喜晒喇沙小學，呢2個月嘅努力並冇白費，堅持走到最後，踏上冠軍之路。唔知啊，而家唔知啊。係啊。係時候要捧下杯啦！哎呀，發現好似唔係好夠力添。唔止唔夠力，仲好似唔係好夠高，俾個杯遮住咗自己。快啲食多碗飯，長高啲啦！希望2位可以喺未來嘅桌球路上面越走越遠。亦都多謝觀眾對桌球新手林百川呢個頻道嘅支持。再見。